頭話要彎道超車，依家又話要大力發展內燃機啦。工信部出嚟改劇本，上邊啲老細都發現電動車不是鳩路。成個廣州車展80%都喺度推緊啲新能源車。正當啲車廠個個都喺度鼓吹新能源車吹到上天嘅時候，工信部又出嚟講啦，響大力發展新能源車嘅同時，亦都要同步推進內燃機嘅技術發展，激發傳統能源汽車同內燃機廠嘅發展合力，堅決抵制行業內卷同埋惡性競爭行為。呢度咧就已經明確釋放信號，我哋目前仲係唔能夠放棄內燃機。電動車賣得好，靠嘅係各種嘅政府補貼同埋政策支撐。若果油電同權，電車一樣要交稅的話，你話邊個會買你啲電動機？通過呢幾年電動車喺市場上邊嘅投放，電車嘅短板亦都日顯突出，技術門檻低，行業內捲嚴重。呢頭話終身質保，嗰頭就關門走佬，電池自然起火，續航里程又柯可，保險費仲貴過加油費。當年第一批投入市場嘅電車，電池已經嚴重衰退啦，換個電池仲貴過買台新車，基本上就只能夠拎去報廢，淪為工業垃圾。你睇下香港啲出租車，全部係30年以上嘅皇冠的士，里程超過200萬公里。問世間情為何物？有冇一個人可以陪得到你30年？有冇一台車可以開得到30年？下次你坐出租車嘅時候，你不妨問一問個司機，你哋換咗幾多台電車？電車點樣遠遠超越？攞乜嘢嚟超越？靠把嘴啊！你再反觀啲燃油車，哪怕開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只要你唔嫌棄佢舊款，準時去年審，你完全可以一車傳3代，人走車還在。響現階段咁閪難揾食嘅社會，將啲車搞到成為快速消費品，你覺得合唔合乎經濟原則？當然有錢人例外，作為一般嘅老百姓呢，我就勸你老老實實買翻台靠譜嘅油車。就算放眼全世界，電車佔有率都不足1成，就只有我哋自己喺度玩，投入咁多人力物力同埋資源去維護電車呢個短命種。若果電車出行係最優嘅解決方案，咁日本仔響幾十年前就唔會果斷放棄電池車，而採用內燃機。廢舊電池嘅污染絕對唔會低於燃油車，而且電池嘅耐用度、可靠性、安全性，我唔講，大家心中有數。所以咧，工信部今次出嚟改劇本，其實係講俾我哋聽，發展新能源車嘅同時，亦都唔能夠忽視燃油車嘅技術創新同埋升級。兩者咧並唔係對立關係，而係相輔相成，共同發展。至於買電雞定係買油雞，就取決於你自己嘅荷包。若果電車係未來，何必依家買？若果電車唔係未來，依家何必買？聽懂嘅點讚，下期再見。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係俾面先。